大家好啊！今次第15屆全運會已經圓滿結束，香港攞到好成績喎，總共收穫咗9金2銀8銅，總共19面獎牌，係歷屆最多嘅。體育學院院長蔡玉坤今日11月23日喺無線電新聞節目講清講楚中表示，對香港成績就喜出望外。雖然香港有天分嘅運動員比例未必及得上內地，但係運動員水準同內地各省市都好接近噶啦。今次全運另一個吸引市民目光嘅嘢就係兩隻白色小海豚，作為大會嘅吉祥物，白色嘅就叫喜洋洋，粉紅色嘅就叫樂融融。但係呢兩隻小海豚中意玩 cosplay， 中意扮雞仔，由於外形得意有趣網民都叫佢哋一隻就叫做快樂的小學雞，另一隻就叫做開心大灣雞。總之，歡樂時光好快過，又係時間唱生晒，聽歌。叫半空場地，夏日熱舞裏，有時會繼走過。還有我在歡聲高歌，運動場上見鋭角顯本領，好開心雞仔不會懶惰，散場有數不清的萬千觀眾，天真的書包載滿了禮物，全運會就如此經過。大會吉祥物真多，硬幣財富可每日買多個，坐上了幻想多多，望着偶像去拼搏樂最多。只可惜偶像狀態欠佳，落場見他都不太得心應手，知不知之間輸了比賽，獎牌也就如此失去。夜兒晚上演閉幕禮，香港區今次成績都不錯，就似運動員的一天樣樣，獎牌發現又多咗。成黃任歡樂得好快過，每日觀賞比賽中只覺緊張，不知不覺中已到了今日，攞牌就如此威水過。